已經買咗咁多隻啦，唔係，點解仲我最要近買？先知道有直播間呢樣嘢，跟直播間咧影到好靚，我同你講。咁你點解要收咧？可以退貨㗎？冇見400蚊咁平，好似都算可以吧。粉絲同我傾咗2個幾鐘，佢原來一個資深嘅翡翠玩家，起碼有50-60件貨，佢光手鐲都有8條。臨走嘅時候，佢又攞咗一堆嘅珠仔俾我睇，全部都係朋友介紹或者係喺街邊買。而家佢終於知道啦，大部分都係有瑕疵有紋裂先至係咁平。佢其實好早就知道買翡翠要買種水貨㗎，佢有幾件呢種水貨都係 OK 嘅，只不過嗰陣時唔識睇紋裂。佢而家今次過嚟，佢揾錢想用中大萬嘅價錢請一條洋綠色嘅翡翠，好似佢睇啱嘅呢條手鐲咁洋綠色嘅白底青呢種一枚嘅接近6位數，佢又想用中萬嘅價錢去請一條咁嘅手鐲，係咪就好容易入坑？佢話今次認識咗我之後，佢就終於知道真正嘅種水貨嘅魅力。過去嘅20年，佢認為嘅種水，以為種水就係冇色，仲係嗰句有咗種水先談色。所以種水色都具備嘅貨，有一定嘅品質同埋價位嘅。佢話佢下一次仲會揾錢錢，今次翻去要攝高個枕頭諗一下嚟揾錢錢咧，唔係話一定要請翡翠，你一定會有收穫，可以了解更多嘅翡翠知識啦。期望你少踩啲坑。